川普宣布要甲罐头提缴100%的关税，不过若伫美国市场制造的就免扣税，咱台积电有可能免税，带动股价冲关到1180块。中国因为做水载网通济传染曲光病疫情愈来愈严重，广东已经超过70个病例，美国嘛有发布旅游警告。中英航空一架班机今仔早起对桃园起飞，说是出现舱压异常的问题，加载赶紧飞转去桃园机场，平安无代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林雅纯。咱今日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到，这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要甲全球的半导体扣甲100%的关税。不过，若是伫咧美国制造的，就唔免扣税，希望各大厂商拢去到美国市场。因为苹果公司也随着宣布讲，要搁伫咧美国扩大投资1000亿美金。100% tariff on all chips and semiconductors com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if you've made a commitment to build, or if you're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s many are, there is no tariff. Okay? If for some reason you say you're building and you don't build, then we go back and we add it up, it accumulates, and we charge you at a later date. You have to pay. 而且，川普宣布讲要甲半导体扣甲100%的关税，也毋过也讲到讲，亲像 NVIDIA、苹果公司，因为是伫咧美国市场制造的，就毋免互人扣税。也咱台积电咧，原地咱台积电伫咧美国华盛顿州是有设厂，也即马伫咧亚利桑那州嘛是规划要来去3座晶圆厂。计计是要投资1650亿美金，遮尔啊济，所以应该是毋免惊会去互扣掉这100%的关税，所以这也是去刺激到咱今仔日台积电的股价冲关到1180块，而且是起关55块的绩效创下新高纪录。美国总统川普公布半导体关税，因为台积电已经伫咧美国生产制造，鉴定是就免关税。川普无正面回应。不过，这项离岛的消息，鼓励台积电车市开盘一路有起，将场收伫1180块起55块，期待超过30条。台股大盘以24003点收盘，起556点。不过，半导体甲晶片若无伫咧美国生产制造，就要面临100%的关税，敢会致使半导体业去美国投资，嘛引起关注。从台湾的角度呢，美国根本不是台湾最主要的市场。4.78到底是谁在出口美国呢？主要就是台积电 AI 晶片。川普他要的是制造业去美国投资，投资金额才大。台湾科技厂扩大伫咧美国投资的业者，包括台积电开1650亿美金，起3间晶圆厂等等的设施。鸿海去年公告投资台票10亿7千万，买美国德州土地厂房，扩大生产 AI 服务器的产能。广大进前嘛宣布投资台票72亿8千万，增加投资美国的子公司环球晶圆，伫咧美国时间7日宣布，美国子公司 GWA 要甲 Apple 合作，推动生产12寸先进式晶圆。他们优先采购我们的在美国的 GWA 的先进制程的晶片，金额会再扩大吗？订单啊、获利的状况，然后会再做决定。川普原底讲，台积电会伫咧美国投资3000亿美金，后来改喙讲是2000亿的美金。针对这点，台积电是暂时无回应。专家认为讲，投资2000亿的美金，还佫伫咧台积电负担的范围内。不过，佫较受关注的是后礼拜就要公布的半导体232条款，敢会封扣25%至50%的关税。影响台湾的出口，或者是保留先进制程，就会当唔免。除非我们能够证明说我们可以有效的压制西产地，否则的话，其实232条款对于我们整个的资通讯产业，恐怕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麻烦。专家认为讲232条款对台积电的影响无大，但都是国内的资通讯产品，若无法度防排除伫咧免税的范围，万不离拄着半导体甲对等关税影响，恐惊会造成重大冲击。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因应关税冲击，今仔日行政院会本地是要来讨论包含普发现金1万块在内5450亿特别条例预算案。不过，那像是因为这民进党内部伫敢要排除好野人这个问题也未超好势，所以是临时抽案无讨论。另外，针对着台美的关税谈判，立法院今仔日嘛有召开机密会议来说明，说是有在野党咧质疑讲这是偶像作业。当时海商计划每一次机密专报，我印象3次哈，都是全程机密。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走廊，调阅立法爆发激烈口角，因为民进党一个调委新北洋临时变更初期议程，为考察体育会清境农场改造邀请外交部行政院经贸办出席，代表关税谈判文件，也毋过因为涉及双边保密协定，专程采取机密会议形式，和国民党这期是误想。尊重国会的监督啊，所以这虽然说这个几乎没有先例，就委员所关心的问题相关的文件，我们提供给委员。今麦美国对台20趴的暂时性关税正式生效，川普又搁宣布会对无伫美国设厂的半导体扣100趴的关税。各界关注，敢是会影响咱国最后的税率？有待他最后的正式的行政命令，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谈判团队一定会持续的跟美国争取，在对等关税的谈判里面，要把232以及供应链合作一并纳入。川普所公布的内容，并不影响我们接下来谈判的这个策略以及我们的步骤。另外，营养关税冲击原定这次行政院会要讨论包括破发现金1万的5450亿润成特别条例预算，伫开会前一刻阁提出提案，传出因为民进党内部对敢是败负有无共意见。确实，内部有各种的意见的部分，还在做最后的讨论。然后，我们当初就是还税于民，全民普发1万块，每一分钱本来就是人民的，有什么理由不赶快普发给大家？在野党全面破坏立场明确，呼吁行政机关唔通搁拖，毕竟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总统将一日地中上会上也呼吁调野支持特别预算案。已经3读了特别条例，那除了就是产业支持方案的部分，我们可能会思考再做调整之外，其他的都不会变动。行政院强调，会以3读的特别条例便利预算，互看作是无败负。也毋过，什么时阵会提出预算案，犹待后礼拜行政院会公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极端气候，全球真侪所在拢有出现造大水的情形。伫咧中国也因为淹水、网塘济，这传染曲江病疫情是愈来愈紧张。亲像伫咧广东，即阵是已经超过7000个病例。今仔日咱台湾嘛有出现今年头一个境外移入的曲江病，也就是去到广东防卫着转来。目前美国是已经针对着亚洲、南美洲甲非洲等等的地区来发布旅游警告。时发现水位最深处已经漫过轿车车顶。暴雨造成积水，真侪人被困。这是发生在中国广东东莞的大水灾，道路正走河流部分地区交通白天白动。为8月广东省一直落雨，而且雨量惊人。包括大水灾甲土石流、广州、佛山、肇庆、惠州等真侪都市灾情严重，因为积水，河浜塘生拖真紧。China is a huge country. The mosquito can grow with the size of a 1 pound coin. And every time it rains, you are going to have thousands, if not millions, of 1 pound coin volumes of water that can grow the mosquito. 透过大病网定调的曲江病，为6月以来就伫中国广东省拓开，即马大水灾累积雨量，将做网生团所在，已经1点佛山已经通报超过7000例。美国疾管中心已经发布旅游警告。欧洲疾病控制中心数据显示，2025年曲江病毒已经伫全球造成14万病例，甲90例死亡。疫症状复发烧、关节痛、肿、头痛、筋膜痛、甲红疹，感染了后症状会继续2至到12日。有人可能出现极端症状，可能死亡。The real driver of outbreaks like chikungunya and all that are travelers. The reason is because not everyone who gets infected with chikungunya virus would develop symptoms. So you could still be very well, but you're carrying the virus. 就亲像印度甲巴基斯坦最近也因为梅雨爆发大水灾，美国疾管中心表示，还未有疫情通报，不过风险较悬。同款在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印度、菲律宾、泰国甲奈及利亚也有大水灾，民众旅行去这国家爱提高警觉。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波兰右派新总统纳夫罗茨基正式就职，强调会保持做欧盟的会员国，不过拒绝使用欧元，就是要来坚持因波兰家己的主权。另外，纳夫罗茨基是要求乌克兰在面对着第二战期间帮助德国纳粹来屠杀波兰人这段历史，讲要看因的表现来决定可能会去影响到波兰甲乌克兰的关系。
在全球各国议员徛起来拍扑克之下，纳夫罗茨基正式宣誓就任。波兰在后共产时代的第7任总统。纳夫罗茨基在宣誓了后的演说中，佮一摆表示，共产期间的成功强调成为后面的一份子，佮坚持波兰国家主权，这两方面之间的平衡。Mój program to nie dla nielegalnej migracji, tak dla polskiej złotówki, nie dla euro. Będę więc głosem tych, którzy chcą Polski suwerennej. Polski, która jest w Unii Europejskiej, ale Polski, która nie jest Unią Europejską, tylko jest Polską i pozostanie Polską. 说落来，纳夫罗茨基在户外广场接受3军机队致敬，佮向阵亡将士献花，代表正式接近总统上重要的3军统帅权。Dlatego jako prezydent Polski zrobię wszystko, aby w najbliższych latach zbudować co najmniej 300-tysięczną armię polską, najsilniejszą armię Sojuszu Północnoatlantyckiego w Europie. 实际上已经废除征兵制的波兰，现役军人有完有瓦20万的规模。在北约的欧洲会员国中，已经是头前几名。加上35万的后备兵力，将兵制扩增到30万人，并不困难。不过，大家注意的是，除了未来甲欧盟的关系，波兰甲乌克兰的关系也正做关注焦点。这波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波兰是乌克兰上坚定的支持力量。那政府关键大型武器，波兰人也是乌克兰外籍佣兵的上大宗。不过，在支持乌克兰的同时，历次大战期间，部分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协助纳粹德军屠杀波兰人的历史，也一直是两国之间的心结。二战期间，甲纳粹强暴的领袖人物，高达犹原互乌克兰看作是民族英雄。纳夫罗茨基几下摆强调，要求乌克兰诚实面对历史，这会安怎影响波兰甲乌克兰未来互动，有待观察。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真正伫咧新冠疫情期间发挥真大的防疫效果，这项 mRNA 疫苗技术，即马美国说是宣布要来停止22项相关的研发项目，但就引起民众的抗议，也有专家认为讲政府这项决策会去危害到公共卫生安全。2019年年底开始，伫全球侵袭的新冠病毒，到2024年10月底时，已经带走全球超过700万人的生命。迄当时 mRNA 技术研发出的辉瑞疫苗、甲莫德纳疫苗，救数百万人的生命。即马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甘乃迪宣布要停止政府旗下研究部门的 mRNA 疫苗研发项目，佮提出安全性疑虑。HHS has determined that mRNA technology poses more risk than benefits for these respiratory viruses. That's why, after extensive review, BARDA has begun the process of terminating these 22 contracts, totaling just under $500 million. 小罗伯甘乃迪表示，根据科学数据显示，这疫苗无法度有效预防像有新冠病毒甲流感的上呼吸道感染。也讲 mRNA 疫苗会促使病毒一直变异，躲避疫苗的保护作用，造成传染期延长。目前有计要将资金刷过更加安全、更加大的疫苗技术平台，就算病毒变异，也会当保持有效防范。这项政策有计会影响莫德纳的 mRNA 禽流感疫苗，甲记者也是取消辉瑞药厂参赛罗辉集团的真侪受污证招标案。也毋过政策中排除部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研发计划，理由是要维护纳税人真正的投资。这个决定除了引起部分民众的抗议，费城儿童病院的疫苗专家奥菲特认为，在禽流感疫情疑虑还未结束时，决定停止 mRNA 计划上过间公称，明尼苏达大学的传染病研究专家欧斯特荷姆是烦恼这项政策危及公共卫生安全。公司新闻台视同编译。来看，意大利政府正式通过要起造一条下过密西纳海峡的大桥，连接到本土甲西西里岛，会成做全球上长的吊桥。其实，伫咧1960年，就有人提出这项建造的计划，不过因为牵涉到种种的争议，是到今才来批准。按算要开135亿欧元，要伫咧2032年的时阵完工，到时阵原底坐船爱超过1点钟的路程，塞车10分钟就会到位。
连接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的密西拿海峡大桥，总长3.7公里，设有4线车道和双轨铁路，逐点钟会当通行6000台汽车，大概会当通行200班列车，比现行的渡轮效率是3级跳。这项计划讨论真侪年，即马第一摆得到完整的财务支持，和地方政府一致同意规个定案，按算会对今年开始筹备，明年动工，伫2032年完工了后，会超过统计局的下车卡内大桥，到时就变作全球上长的单下限速桥。Sarà, a questo punto si può dire sarà, non sarebbe. Sarà il ponte a campata unica più lungo al mondo. 密西拿海峡大桥计划早就伫1960年代就已经提出，但是因为低档台的风险、财政和环境负担，佮有欧洲党介入分赃的疑虑，一直都无法度落实。即马伫右派政府的推动之下，佮一摆启动，政府承诺伫10年内投入135亿欧元来推动工程，会当帮助稳固南部的民意基础。总理梅洛尼讲，这是国家意志的象征，会变作意大利工程和技术的里程碑。萨尔维尼嘛强调整体工程会高规格来封闭。Qualsivoglia tentativo di infiltrazione sarà una nostra ragion d'essere. Col Ministero dell'Interno si stanno adottando tutti i protocolli che già si sono adottati per Expo, per le Olimpiadi. 密西拿海峡大桥除了交通经济功能，未来有可能嘛有军事用途。意大利政府最近几年积极提悬各项预算，这座桥纳入国土安全基础设施，会当帮助达成军费和安全支出占5% GDP 的目标。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中印航空一只班机今仔早起对桃园嘅要飞往菲律宾的马尼拉，说是航向出现舱压异常的问题，这上述面搭拢总放落来，旅客嘛拢真紧张，赶紧甲挂起来。这只班机嘛赶紧飞倒转去桃园机场，加载是平安无代志。中印航空有向旅客来回失礼，提供补偿，因那民航局嘛会来启动调查。飞轮机的机舱内底，上述的面搭为天棚垂落来，旅客真紧张，赶紧甲面搭挂咧。中央航空一只 BR271航班，初7早起9点24分，要为桃园飞去菲律宾马尼拉。不过起飞无偌久，飞轮机就挂7700紧急的代码，翻头转来桃园机场。271, emergency descent to flight 10,000, turn left heading 060 due to the cabin decompression. 271 get requested altitude. 飞轮机发出紧急讨救兵的信号。根据航空公司指出，这只飞轮机是伫9点54分起飞了后，机舱的气压出现各样，所以照标准流程是翻头。伫早起10点42分安全降落。机罩就掉下来了。那反正就是大家就吸了一阵子之后，那就是机长就说气压。舱内的气压有异常，所以就必须回到台北重新换一个班机，再重新出发这样。对，那时间蛮长的，可能长达至少10分钟。航空公司嘛另外派飞轮机，伫下晡1点40分重新飞去马尼拉。不过7700这个紧急代码，这是非常小可。根据国际民航组织机场代码，这是代表飞轮机拄到紧急的情形，亲像机械故障、甲火灾等等重大问题。如果说超过1万英尺的时候呢，就表示说调完包有问题，空服员会指示你要把氧气面罩戴好，否则的话，在10到12分钟之内就会缺氧。那旅客呢，在看到氧气面罩掉下的时候呢，不用惊慌，向下拉住，罩住口鼻，正常呼吸就 OK 了。那会提供足够的氧气，直到下降到安全的高度。针对发生意外，中央航空讲造成旅客不便是感觉真失礼。不过后续调查的部分，民航局讲已经有接到通报。后续会以程序来调查。另外，运安会已经派3个先遣小组去桃园机场，等收集资料了后，再个评估敢是要启动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前日昨仔落大雨，造成未少灾情。伫咧屏东的北大武山步道，就真侪所在拢放弃。林保署表示讲，因为需要靠人工来修复，有可能待等到年底才会当搁再来开放这个步道。因为伫咧高雄的山区，嘛有真侪道路搁咧抢修当中。目前是有先开便道，管制时间甲车型，或者山区的居民会当出入。你看这个路在上面，这个路。本来路在这里，路在哪里？
总长大约9公里的北大武山步道，巡山员一路顺时顺长的状况，才拄行来到0.45公里遮，规个已经放甲看袂出原地路地道。巡山员用尽步数往山顶爬，愈爬心愈惊，因为连日的大雨将步道顺长甲正上中，敢若大面积的崩塌倒三搭，其他亲像树啊倒去、石头连落挡路的也袂少。林保署紧急宣布，北大武山步道要封山整修，开放的时间延到年底。1到3步道0.45K、2.4K、6.1K 等多处比较严重的坍塌，那还有1.5K 的站墙也被落实有一些毁损的现象。大水河和北大武山步道对0.45公里开始到6.1公里。沿路拢是崩山路段，虽然上5山厝无啥损长，不过爱封山整修步道都无法度开放。林保署表示，有登记山厝的民众拢会当去网站申请退钱。另外，大水河也造成高雄山区的第20线、第29线、第27线，拢总有20外台路基崩塌。公路局初7也完成最后一搭第20线轻河到复兴路段的抢通。即阵南马社甲桃园的民众暂时会当靠便道出入。不过，公路局也提醒，因为原地道路拢也在抢修，因此便道的开放有限时间，民众一定要注意。修复工程还在持续的进行中，而且山区短期内通行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林保署表示，虽然这2天南部有较好天，不过山区的土坝水分真重，随时会有土石崩落、树啊倒去的状况发生，民众若无必要，就莫去山顶。记者柯明在柯家族、柯昭阳、高雄屏东综合报道。科技的进展，即马南韩是研发出只要一张薄薄的纸，就会当来接收指示来变形刷叮当，是一种变化多端、轻薄薄的机器人。专家也希望讲未来会当来运用伫咧太空产业，或者是智慧医疗。这张大约若平方公分大小的薄纸，唔但会当做无long式的摇动，也会当像七毛糖同款，将身体卷起来前进。伊毋是仿做什么魔法，是南韩研发的一款会当拗的纸机器人。Everywhere of the material can be foldable, and then we implemented some algorithms and software interface to decode the user intent, which contains where to fold and how much to fold.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纸机器人由几件油性组合物加嵌入式金属电阻器组成，顶面有308个真细项元件透过电阻器对特定区域加热，就会当改变现状，搁伫任何方向上产生凹痕。搁进一步输伫纸刷叮当，搁以包起来形式掠任何形状的物品。其实凹的功能并无稀奇，只不过今卖的凹的装置通常拢是有线设定、模式固定、变化有限。这款纸机器人的特色是伫会当伫使用者发出指令的时，同步即时做出各种变化。But in case of our robots, we just redefine the position of the hinges as in real time, so we can just change the pattern of the hinges in the sheet and make a lot of various patterns. 研究人员指出，因为这款纸机器人适应环境的能力真强，未来有希望用伫太空探索加智慧医疗等领域协助人类解决困难的问题。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镜头来看日本三中关的伊势神宫，这是真出名的神社，也是日本传统神社建筑的代表之一。伫咧当地也有制作缩小版神龛的工艺，也毋过因为即马现代人的厝内是愈来愈少用这款的神龛，历史这项工艺是强被失传。工人咧修这模型厝顶的草，这毋是普通的厝的模型，是比较伊势神宫每一个部分所做的。后面将炸弹厝内底供奉的神明龛。神棚はお家だとか事業所で神様をお祭りする小さな神社みたいなもので、神社に行かずともお家の中で建物の中で神様を参拝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日本古老的神社建筑风格分做3大类，包含道境观厝分大社做代表大社组，加大阪做客大社做代表做客组，也佫有三重观以石神宫做代表神明组。一番大きな特徴がかやぶきの屋根である。また木曽ヒノキ、木曽のヒノキを使っている。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挖好地基了后，徛条啊，互地板关出地面。这种风格是传统的高层式古重本，所以伊势神宫也被看作是古老信仰加良欉文化历史的连接。たくさんの方が伊勢にお参りに来られる、参拝に来られる
お札をいただきに来られるということで、神棚、お札を祀る神棚が必要になってきたはずなんですね。その時にこの今市も作っている神棚っていうものが全国に普及をしていった。不过，即马人口向都市集中，大所在遮下甲现代化色彩设计和传统造成新民间的需求减少。やっぱりこの昔ながらの神棚だとちょっと自分の新しい家には雰囲気が合わないわとか、ちょっとゴージャスすぎるよねっていう方がちょっとでも神棚を祀ろうかなって思ってもらえるように、新しいデザイン、新しい切り口で神様と近くなっていく。神道在日本已经流传上千年，属于万物皆有灵的道神教信仰，甚至有800万神安尼讲法。不过，亲像伊势宫中这种坚持传统手工艺神器制作，甲真济古老行业同款，面临找无少年人接手的困境。公视新闻七家人朋友。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纯，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